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 WFL 黃福聯閱讀頻道，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莉莉 Mia， 我係 Lila Yuna。喺呢個閱讀頻道裏邊，我哋邀請咗唔同科目嘅老師或者同學仔分享好睇嘅圖書，幫助大家養成一個閱讀嘅好習慣。事不宜遲啦，我哋快啲開始今日嘅內容啦！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次我哋嘅主題係藝術與生活。唔知同學有冇試過喺平常日子行過商場嘅時候，聽到首音樂覺得好熟悉，但係唔知嗰首歌叫咩名呢？呢一本書正好可以幫到你。呢本書叫做《晚安，布拉姆斯：給你的古典音樂入門》。呢本書收錄咗50首經典嘅古典音樂，佢將呢一啲音樂分為3大類。第一類療癒系，就係當你覺得好低落嘅時候，聽完呢首歌可以幫到你舒緩心情。第二類係甜文系，關於愛嘅樂曲。第三類就係動感系，可以激發到你心靈嘅動力嘅。而呢一本書每首歌佢都會介紹嗰首歌嘅歌名、作曲家嘅資料、樂曲嘅背景，同埋仲有個 QR code，推薦你聽邊一個樂曲嘅版本。同學仔，係咪覺得呢首歌聽落好熟口面啊？冇錯啦，就係富豪雪糕車成日播嗰隻歌啊！呢首歌其實叫《美麗的藍色多瑙河》，係奧地利一位好出名嘅作曲家約翰史特勞斯二世喺1867年創作嘅圓舞曲。佢仲有一個稱號叫圓舞曲之王添。史特勞斯二世喺1825年喺維也納出世，佢承繼咗爸爸嘅音樂天分，將維也納嘅圓舞曲發揚光大，唔止係跳舞用，仲變成咗登上世界舞台嘅藝術音樂。美麗的藍色多瑙河一開始其實係合唱曲，之後先改編咗做管弦樂版本。成首歌嘅旋律好優雅又流暢，描寫咗多瑙河嘅平靜同壯麗，仲流露出奧地利人對生活嘅浪漫同熱愛。喺1867年巴黎世博會首演嘅時候，反應好好，而家都仲係世界各地音樂會同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必備嘅經典曲目之一。大家覺唔覺得呢一首樂曲好耳熟能詳呢？其實佢係嚟自一套芭蕾舞劇《胡桃夾子》。《胡桃夾子》係由俄羅斯嘅柴可夫斯基作曲而成，根據童話故事《胡桃夾子與老鼠王》改編，喺1892年聖彼得堡第一次上演。佢係柴可夫斯基3部嘅芭蕾舞劇代表作品之一。胡桃夾子全劇係由序曲同埋2幕組成。故事嘅背景其實係發生喺聖誕節，有一個小女孩克拉拉收到一個胡桃夾子之後，究竟佢哋發生啲咩事？同學想唔想知道呢？胡桃夾子嘅音樂係充滿咗神秘嘅神話色彩，其中嘅序曲、花之圓舞曲、糖妹仙子舞曲等等，都係廣受歡迎嘅經典曲目之一。接住落嚟，我介紹呢一首樂曲，大家聽下，個旋律係咪好熟悉呢？呢首樂曲就叫做《鱒魚五重奏》，作曲家係舒伯特，佢嘅家鄉就喺奧地利嘅維也納，佢係生於1797至到1828年。而歌曲大王舒伯特寫咗呢首鱒魚嘅歌曲，其實係一首警惕年輕人要學乖，唔好被混濁嘅誘惑而變壞。呢首歌曲旋律輕快，鋼琴嘅部分就好似流水一樣，而聲樂就係描述呢一條鱒魚原本游得好似飛箭一樣咁快，但係狡猾嘅漁夫用魚竿將啲水整到污濁咗啦，可憐嘅鱒魚睇唔清楚前面嘅方向，就上鈎啦。
顓語呢首歌曲嘅旋律擴大寫成一首鋼琴弦樂嘅五重奏，有5個樂章，其中第4個樂章就係原曲顓語嘅旋律同埋變奏曲。相信呢個樂章聽完，你一輩子都會記得呢個純潔美味嘅旋律。仲有，記住啊，係顓語5重奏。呢5重奏就包括有鋼琴、第1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同埋低音大提琴呢幾樣樂器。呢條顓語係唔食得㗎。聽完呢3首樂曲嘅介紹，同學有冇發現原來音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係無處不在嘅呢？咁究竟呢本書喺邊度借嘅呢？其實我哋係可以喺香港公共圖書館，然後登入電子書嘅網站 HyReadBook eBook， 只要你搜尋好書，登入你嘅圖書館帳號密碼，咁就可以喺網上借書嚟睇噶啦。同學，快啲去借嚟睇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今日閱讀頻道嘅圖書呢？我就覺得好有趣啦。家姐，咁就啱啦，我正想約你同媽咪去公共圖書館借呢本書。好啊，我哋同觀眾講聲拜拜，我哋下條片見，拜。